观众朋友食饱未？老师平安。平安。咱今仔日个共款伫捷克对无？但是即个所在，讲捷克，系啊，咱看起来拢足水诶吼，嘛足神诶对无？即个咱今仔讲诶，即个是有一条歌，有一条足有名诶迄个啥物交响乐，敢是写即条歌。这条河就是莫尔道河啦。莫尔道河，观众朋友会晓音乐诶人应该知影吼，即条歌就是伫即个所在，咱要看着吼，内面有几啊故事。今仔日老师要讲一寡奇怪诶故事吼，嘛是讲着即个贵族因遮有足侪足有钱诶人诶，其实吼，因遮城堡足侪城堡拢是有钱人开始起诶呢，对无？啊，无钱了就卖互人。家族拢家族诶财产。是，啊，无钱卖互人，啊来家族无人有钱啊，就只好政府甲伊接收对无？最后就拢换政府诶啊。安尼袂歹，渔翁得利呢吼。所以咱已经讲遮尔济家族，有人会当摇着，即个是啥物家族诶财产吼。所以咱是为即个布拉格开始讲，来到今仔日到库伦诺夫，库伦诺夫这条线一定较长，3点钟才会到，3点钟超过。系啊，顶礼拜是讲着去啉酒对无？啉酒，迄个皮尔森，迄个所在皮尔森，大家嘛会记无吼？啊来即阵是落来到下骹吼，即个所在吼，嘛是一个足水诶所在，咱会当看着哦，遮嘛是足侪，其实拢足神吼，就是红色诶，老师讲啥物红色诶厝顶啊，红色诶厝顶。甲悬悬低低土地啊。啊，即个是 Chesky Krumlov 吼，就是以捷克为艺术。Chesky Krumlov， 因为有德国话有捷克话，有人甲伊翻译做英文，搁对英文翻做中国话，所以中国人诶翻译有够济啦。咱即摆就来讲库伦诺夫，捷克，克伦多夫啊，什么？总是你若有看迄个音共款就好啊。你看迄个拼音字就知影 Krumlov。伊个意思吼，捷克话的意思就是讲，啥物有个Krumlov咧，就是讲迄个弯弯翘翘的河道，就是讲迄款河。弯曲条曲，弯弯翘翘啦，伊个意思是安尼。若德国话咧，德国话就是讲 Krumau and 莫尔道河边莫尔道河边啊迄种悬悬低低草仔地啊。对，就是这草地是无悬的。其实因两个所在讲的拢是迄个地形的描写，因为因的地形就是安尼悬悬低低。你起厝起来吼，安尼对远看就变成足水诶。是，所以就是讲，即个所在其实是捷克第2大诶城堡是第2大，第一大是布拉格。是，你看这吼，安尼弯弯翘翘，真厉害哦！弯弯翘伫 S 吼，一个 S 型有无？安尼为一箍啊，个一箍个，拢总有3个所在，河水甲伊围起来。所以莫尔道河伫遮吼，安尼弯来弯去，弯甲因逐个人诶头前拢有水。水诶边仔就是因诶城堡。所以即个是一个桥吼，拄好过去城堡。城堡入来就是过桥，因为城堡就是用莫尔道河做伊诶护城河。你这就是一个门对无？迄个门，你大家拢对遐行入来，顶悬佫足济，甲下骹即个共款诶门。城堡真怪。门。城堡叫城堡吗？城堡啊，叫。城堡就是即个河吼。
伏尔塔瓦尔是捷克人讲的啦吼，那德国人讲莫尔道啊吼，莫尔道尔，就种维说迄个山，会当讲山区啦，一个丘陵地。等下你在迄个城堡顶悬，就当看到全部的景致，真水哦。对哦，等下会记留到最后哦，最后有影片哦，老师去遐翕的吼，这13世纪的开始起，已经开始起啦。这个城堡内底吼有40几栋的建筑物，厉害。伊毋是讲安尼一个堡干那一间厝，毋是安尼，是安尼连起来，沿迄个河边吼，甲伊连起来，真长的所在。顶悬就是一条走廊，会当对头行到尾。就是讲，这个安尼对头。上顶悬遐，以即张图来讲，上顶悬遐，对，遐就是啊。迄个河的外口面，安尼围过，遐全部拢是城堡区。这对，到倒边啊，北边所在有北厝啊，迄个城门。这城门，这就是拄则咱看的城门，拄则看迄个门，城堡伫遮。彩绘塔，对。这个就是彩绘塔，等下会讲到吼。有一个教堂是伫遮。教堂教堂伫下骹啦，伫下骹乌的啊，就是我的背景的后壁，叫做圣维特教堂。圣维特迄个名吼，甲布拉格迄个名共款。布拉格有哪有一个圣维特？因为因拢纪念一个顺道的少年的宣教师。是，所以这是迄是足早以前啊，303年的时的代志。是，所以这就是咱等下会讲到的即个教堂啊吼。所以伫即个所在什么一个家族叫做维特科。维特家族啦，去上代台升起的是伊啦。后来伊迄个家族内底有一个较有钱的人起来，就另外叫罗森堡家族。罗森堡家族哦，是算作上届强的时阵，上复兴的时阵，伊有300年啦，伊有300年无倒啦吼。普通拢100年就倒点嘛，伊300年无倒哦，可见伊袂歹。伊特别叫做红玫瑰的时期。为什么叫红玫瑰啊？咱等一下来讲，因为因讲因有一个总是因的来源啦，就有一个故事啦，一个传说。传说啦，无一定是真的啦。但是大家拢算传说有一个好处，就是讲代表迄个民族后来的艺术啊，艺术的发展，还是小说的发展，就是讲围着因的传说来发展。像讲咱台湾来讲，台湾毋是有拿刀切啊，还佫有啥物？拿刀切啊，的故事，还佫有啥物去苏州卖鸭卵的故事，都一寡迄款故事就真做民族诶普通的讲故事，还是讲因的艺术的发展啥咯，还是戏剧，对遐来做伊。是，就是讲，讲故事人较知啦吼，你讲伤明白，人听袂落会困去安尼。所以伊就是即个家族后来伊无钱了后，佮去卖互一个哈布斯堡对无？大概拢总咱换足济人哦，换几十个啦，家族换几十个。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是迄阵，拄有一个叫做德国人的家族啦，迄阵德国人较有钱的款，就甲伊买起来。第二次世界大战了后，德国战输就互人赶出去。捷克的人甲赶走，赶走以后，政府就甲没收。伊的财产就甲没收，即摆变政府的。政府足厉害的吼，专门捡遮有钱人的好啊。所以你看，因遮是一个巴洛克的一个花园。即个花园甲别个花园无共哦。即个公园会当讲规模非常大。
足大啦，袂是像花园那什么迄个大诶花园共款。这个是伫城堡，也未入去城堡诶以前，是那城堡诶外口，没迄个城堡诶外口啦。嘿，城堡诶外口。伊这佫有啥物？有一个演奏院哦。总是来遮，伫遮吼，拢迄个室外。真大，真少人会来遮，因为足大，你爱行到骹酸。这有升迄个维也纳诶美泉宫呢吼。对，足升美泉宫诶缩小，所以有人讲这是美泉宫诶缩小诶版。缩小诶美泉宫对啊，这足升诶，起了嘛有升。因为伊是哈布斯堡王朝诶啊，拢共款诶，刚好共一个家族诶。共一个时代诶人。共一个家族啊，哈布斯堡王朝诶，所以因起诶物件可能拢淡薄仔升，就是迷宫。拢安尼规模拢诚宽安尼，足大班的对啊，气派足个。听讲即个入口诶所在，佫有一个，叫做饲鱼诶所在，即个鱼已经饲几百吨啊。真诶呢吼。因为一个家族就是咱拄则讲诶迄个罗森堡诶家族伊用盐来代表，有时代表因诶有气力来讲有力，佮足强、足英雄诶，逐项拢毋惊，因为盐足有力嘛。用安尼代表，所以因诶城门要入诶所在就饲盐，就代表讲阮是足勇诶即阵佫有真诶盐伫遐。即阵佫有盐吗？即阵你看佫有啊？厉害！这就是我去伫遐有看到诶。这是老师翕诶哦，这毋是网络诶呢吼。食柑仔诶款翕敢袂晓食柑仔，我毋知，因为我远远看那像一粒柑仔。这可能。彩绘塔就是伫个城堡诶尾啊遐吼。彩绘塔有咧属城堡，城堡下骹佫有教堂，迄叫做圣乔治教堂。即个教堂是住伫城堡，住城堡诶人就是贵族啦，就是拢有钱人啦，好个人咧住诶所在，就是迄个乔治教堂，迄个绿色诶尖尖诶，就是啊。是，就是讲叫人来对啊吼。彩绘塔。那像100几层，160几层，楼梯爬去顶悬，你才能看全部是是讲360度诶库伦诺夫。这有厉害的对，所以讲有钱人因无管开偌济钱，就是要互人知影，这阮兜足有钱。这看起来做成南瓜啦，我毋知影。我感觉迄个型足厉害诶，就是伊食菜较济对无？食迄个蜂蜜啊，还是哪会当食菜对？鱼啊，食蜂蜜，但是伊足勇诶安尼吼。足有力。足有力。顶悬即个是彩色诶吼，足少看到塔足侪色诶吼。一层一层诶彩色。一层一层拢无共色，大部分拢是一个色尔啦吼。所以这就是为即个咱拄仔迄个图边啊吼。即个河边伫迄个摩尔道河诶河边起来。来遮有一个传说。拄则咱要讲迄个传说诶故事啦，讲为什么迄个罗森堡诶家族因为像即摆这个库伦诺夫因为。代表诶花嘛是共款，阮爱用红色诶玫瑰花，上顶悬来叫做5瓣诶玫瑰花啦。意思是讲足久以前伫波西米亚诶树林内底，迄个深山内底，有一个足高贵诶骑士来讲，伊去拍蜡，拍蜡入去足深诶树林，遇着一个足水诶仙女啦。咱故事拢是安尼讲诶吼。对。仙女拢爱作水吼，两个人就恋爱就相爱。迄个查某囡仔，迄个仙女呢，就想讲伊要嫁互迄个查甫诶，但是
神甲人都无共款啊，无法度啊，爱着讲好，伊要放弃做神路，死的身躯，要成做人的款式，所以伊就变做人来嫁互迄个骑士。迄阵伊拄决定伊要变做人的时，天顶就挂落来5蕊的红色的玫瑰，所以讲因就用5瓣的玫瑰花做因的代表，因的家族的代表，也是即摆的库伦诺夫的代表。所以顶悬的红花是5瓣，画拢爱画5瓣，下骹个中有一蕊红花，有那5瓣。对哦，即两个所在，红花，因有足侪所在，所以叫红玫瑰啦。这就是拄则有讲红玫瑰家族，卢森堡家族啦吼。卢森堡上侪当的啦，伫遮即个城堡上侪当的。做主人300当上久。对，这无简单吼，为着迄个牺牲一个鬼仔故事一个传说。一个白夫人就是讲，伊若出现拢穿白色的衫啦。甲咱咧讲的鬼仔共款吼。是讲因的传说讲，一位穿白衫的查某囝仔，拢伫迄个城堡的顶悬，因为伊楼顶阁有走廊，讲伫顶悬，你伫下骹平民拢住伫下骹啦，迄红叶厝啊，拢是平，拢甲普通的百姓咧住，住顶悬的也是贵族啦。讲伫下骹看讲迄个城的顶悬，拢有一个查某囡仔穿白衫咧行路，迄个就是听讲迄个就是罗森堡的一个贵族的负责人，伊嫁互奥地利的贵族，拢共款贵族嫁互贵族啦。婚姻的无幸福。伊嫁去遐以后，就互人欺负，伊就讲伊死要倒转来遮，要倒转来伊的故乡，就是库伦诺夫。伊就当然伊就死去啊，就转来，伊就做鬼啊，转来遮。讲伊也在行，若真爽快，有笑容，就是代表因即个所在好年冬啊。心情好重啊！若安尼真忧愁，无好的面相，讲就是无好的代志要发生，要战争啊，是要有天灾啊，要发生。所以毋是甲咱中国吼，还是讲咱的即个华人会有迄个鬼仔故事？欧洲嘛足济吼，吸血鬼。对，有即款。即款老咱会当。有人就是用这做戏剧嘛，对吧？对，做戏啦，可能就是演戏吼，歌剧即类的，用即个故事来。所以对遮也会当产生真侪，像迄交响乐啦是什么乐器拢有出来，还是讲小说啦，还是文学的作品。所以。其实是因为顶悬的人较有钱，下骹的人欣赏顶悬的人，所以讲顶悬即个人是迄个，一个袂当看见的即个迄个鬼什么鬼啊，安尼踮仔行去吼。但是咱即摆看下骹的人较水呢，下骹的人的厝足水的。对啊。这就是水车，因为因的城堡足悬嘛，伊个水要哪去哩？用水车甲伊放起哩。对。所以这是城堡的门这个外口。水车啦，这水车安尼放，可能是用，总是有办法用这个水车来放水的水车，甲水送去顶悬。对，所以人看拢，咱想要住遐做有钱做水，其实做无方便啦吼，啥物拢做麻烦的吼，所以咱就想着，其实圣经嘛有讲着一个用一个查某来贵族，对无？就是里面哀歌啦，咱知影也入去哀歌内底吼，拢是写一寡以色列因的背叛上帝，就讲因本来是上帝，耶和华救因
教因做伊诶囝儿，但是伊拢无爱听上帝诶话，结果上帝就甲伊放杀，要甲伊训练，并且也入去即个先知呢，就讲耶路撒冷啊，足可怜还是用一个女子来代表，咱来读即个圣经也入去哀歌诶第1章第6节，讲色安诶查某囝，伊诶水全部无去。伊诶贵族亲像找无草场诶鹿，因无气力受赶伫辱伊诶人诶面前。咱就是落到无找无草场，佫互人甲伊得甲辱去到真可怜啊，走投无路佮来来第1章第2节伊眉视大铁口，目屎流到满面。伫一切亲爱的人的中间，无一个安慰伊。伊的朋友拢用诡诈款待伊，因正做伊的对敌。伊用迄个查某囡仔，迄个库伦诺夫的贵族，迄个足水的查某囡仔，嫁去别个所在以后，互人欺负，就像安尼啦。本来是贵族到遐伊哭也无人甲安慰，逐个人拢甲伊作对啊。对，所以就是嫁毋着人，安尼讲嘛。就是讲其实这是你讲耶路撒冷啊你讲以色列的人对无？伊迄阵拢无爱听上帝话，来对毋着人，所以足凄惨就像迄一个鹿仔。伊拢对巴利啦，迄阵有一个神叫巴利是，就是去相信即个鬼仔神所以因就后来是足凄惨安尼因为无着做一个代志对无？就亲像即个鹿找无草的鹿足可怜诶是无草通食，安尼所以即个教堂，咱就讲着咯。对，我爱背景迄个教堂是，即个叫做圣维特。其实是一个殉道诶一个殉道。伊伫耶稣死后无偌久啦，才290年。伫意大利诶西西里因为遐已经有耶稣徒，就是讲保罗传福音诶时伫意大利诶边仔拢已经传教，拢足侪人信耶稣伫遐迄阵皇帝罗马皇帝带去离仙，因为迫害基督徒足严重诶。即个维特呢，伊才13岁尔。伊就讲，你若卖信耶稣卖信基督教你就会当免死。伊无爱讲伊要死伊要信就对无爱放弃诶信仰。甲伊做伙死诶有哪像因兜诶人，因兜诶一寡人，长辈会拢伫遐殉道。后来咱来纪念一个少年诶，叫做维特。所以咱前届有咧讲布拉格诶时讲圣维特教堂，其实有咱纪念即个人。伫库伦诺夫即间教堂有咱是咧纪念即个殉道诶少年人。圣维特讲一个人，有人为着是。安尼就想中拄则有人为着爱情死，有人为着信仰伊诶信仰是观众朋友，你愿意为着啥物死这个厝嘛足水这就是围起来围到尾有一间渐渐诶已经代表性诶教堂，就是圣维特教堂。这是老师翕诶，这毋是画图诶这看起来都是用画呢就你伫迄个城堡诶顶悬翕落去，就会当翕着安尼。你若去，有哪会翕着安尼？因为迄是不是拢伫遐无一定因为我诶相机无老师诶遐尼好，安尼应该拢有啦，拢即摆诶人咧翕相拢足水诶。无阮用手机翕袂出来遮尔水安尼咱来看老师带咱去踅即个所在咱来有啥
这条歌就是在花园里吧，是台南省道的一个回忆有大。咱有书会连过。这是咱拄才看的迄个一个人讲，互伊想到伊妈妈讲的什么，嫁毋着人，食饭洗目屎。真是安尼。哎，这个所在足水的吼，这个城堡的顶悬的走廊。所以观众朋友，伊愿意为着什么来牺牲呢？你看，这个是，这个厝拢是这个村头的厝的，有40几栋的房所以因的生活，贵族的生活，就是家己有一个所在。对。甲迄个甲善良人拢无一伙。对吼，所以你若看因的城堡边啊，啥物拢有吼。我看较数字高的，你若去维园啊，并且内面有家己的动物堂，还有家己的花园，家己的游乐场，即阵翕的就是伫迄个彩绘塔的顶悬迄个。我爱爬162站哦。162站。城堡的楼骹，变做餐厅，一个走廊啊，一个走道啊，那边。变做足厉害。慢慢所在。吼，安尼较袂热对无？遮拢无冷气的吼，以前的人是无冷气，食饭爱凉凉的所在。哦，这个国王湖呢？即摆后礼拜特别来讲国王湖啊。厉害，好，所以后礼拜一定爱来哦，看到咱这个足水的所在，多谢咱的明辉吼，美秋甲咱讲的，这无毋对，就是嫁毋着啦，嫁毋着人是安那发生的吼，希望逐个人吼拢会当做幸福的吼，其实是什么毋对人对毋对人，应该就是家己敢有去经营对无？经营即个婚姻的生活哦，因为毋是讲即个人无好。对，会使甲变好对啊。嘿，就是对，上海咱的耶稣对无？虽然因仔想去互钉十字架，但是伊甲即个做迄阵做啥物的十字架？人看袂起的十字架，即阵逐个人拢咧挂十字架的人啊，对无？所以你若有遇到啥物困难的人吼，千万毋通用生命去换爱情哦。会来找求咱的上帝，找求听咱的上帝吼，会当去附近的教会来明白阮的上帝吼，伊做愿意来帮助你哦。所以咱今仔讲到贵族吼，贵族其实有好，歹，叫做啥物？有钱有可能一工就无钱啊，所以是做歹讲的吼。但是
伫上帝内面永远拢毋免烦恼，对无？永远拢有够用好，安尼后礼拜一定爱继续转来，下暗共款时间，台湾8:10分，泰国7:10分，澳洲2:20分，搁做伙来讲故事。多谢老师，多谢观众朋友，大家平安。